好，咱开始吼。1645年8月22日，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早起澎船台湾号航王片湖方面要去遐停靠乳粉号和斯基丹号，装备如议会昨所决议的安尼吼。我已经袂记啊，昨决议啥？小看者。就是因本来有一个人要去日本接迄个 Overwater 的职务吼，啊，结果船一直也未来吼，对巴达比亚的船一直无来吼，所以考虑讲要派一个人临时代替伊去接，啊，另外要派伊无讲起即个乳粉号甲即个斯基丹号要创啥吼，我已经袂记啊，应该是真样讲的。即摆咧等即两只船到片湖嘛，即两只应该嘛是对巴达比亚迄边来。即乳粉号之前有读着吼，袂记啊。好，咱继续。8月22日，早起澎船台湾号航往日本吼，方面要去遐停靠乳粉号甲斯基丹号吼，装备如议会昨所决议的安尼。主角无啥好看，嘛写一张批要去寄去马里马伦，互团导 Hans Orloff 讲起即个马里马伦是倒位吼？伫下淡水啦吼，下淡水社我有啥会记得是啥物所在啊？好，写一张批去互伊嘛吼，去互马里马伦的即个团导叫做 Hans Orloff。用来明确答复伊伫本国个18号来批，并且对几件代志互伊命令伊家己处理吼。今仔日有迄个新仔人的澎船航王，或者是对几啊所在来吼，就是有一只澎船载115个人航王新仔，载有80担藤、10担糖浆甲7担硫黄，有一只澎船航王。被拘留，知毋知啥物所在吼？坐12个人，载去710担盐、30稻米甲3篮的糖。有一只澎船航王盲港，坐11个人，11个新仔人吼。有一只澎船航王北平的淡水，坐20个人，载去300桶公司的石好，300匹的空眼布，一寡蒜蚵、盐甲糖。有一只澎船对碉堡而来，坐71个人，再来4500个铁蛙吼铁鼎吼，含1000个1000吨砖啊。有2只弯砍船来自打狗，坐11个人，合计载有170担茶头甲23篮的咸鱼。也有一只弯砍船对淡水来，坐9个人，共款载来一批咸鱼。因暗快艇李维科的主管方面要早送往日本的物件，伫个明仔载透早，出发要前往长崎。若是讲天气甲风符合吼。8月23，天气如上述。早起透弱风，但是风力太弱，无法度正流来航行，因此快艇李维号只好停留到今仔日下暗，约日头落去以前的2点钟前吼。迄时继续咧起风，该船才载着105000外毫吨的货物驶出港外，航往海上。
有一只胖船对新仔来，再来2300箱丝帽啊，也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再来一寡寿袍哦，合计做134个人，8月24。炎热的天气，但有时啊阴凉，吹着微风。今仔日收到蒋记官 Martin Gitner 和淡水的议会所寄来2张批，数期是本个月12号到13号，内容一方面报道迄边严重的病况、判病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报道下设商务员 Van Kissel 的死亡。哇，这个人。下设商务员万起诉过身啊吼，伊破病6天了后，伫咧上述迄2天中间的半暝啊过身，因此迄边的朋友恳请尽量较紧，另外派一个适当的人去遐管理校铺文书，并且主持公司伫迄边的事务。淡水啦吼，等等。关于迄个碉堡的建造真有信心，虽然也有16个到18个其他人拢破病，上述蒋记官将认真接办该工程。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前来处队，前来台湾遮，就是有一只胖船对厦门来，载64人。再有100担盐、15000袋砖仔、400袋地砖、50支条仔，甲6500罐米露，米仔酒啦吼。有一只胖船来自片湖，再来一批西瓜，并且带消息来讲，大船乳粉号甲斯基淡号已经到遐吼，到片湖遐咯。也有一只胖船空船对好母人来遮。再有8个新仔人，也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新仔沿海，再有25担硫黄、26担半的鹿仔肉，甲14担的蚵仔。8月25，晴朗的好天气，但是暗时啊落雨，有强大，啥意思啊？看无，有强大部分对西北方吹来。安尼看有，听有无？今仔日法务议会宣判几件犯罪案件，因为到当也未看起避推船扫毋号含一个闪落的来船，Ugist 号甲 Burkhoff 号，互阮感觉真艰苦，又搁真戆影。即3只船拢毋捌听过啦吼，第一道。因此，已经到了要派遣快艇 Arcturus， 我还阁袂记安怎念即个词啊。Arcturus 吼 ，Arcturus 号吼。派遣即只快艇呢，按照本个月21号的决议，作为本季前往日本的最后一帮船的时阵咯。也到了要决定，万一万准阁下无去日本，应该派本馆的虾米人去日本接替 Overwater 阁下的职务的时阵咯。根据最近所收到的巴达维亚来批吼，就是即件代志是根据最近所收到的巴达维亚来批啦吼。若一直决议，上述快艇爱载着上述商务员 Cornelius Caesar。为着上述的目的，准时伫个搁再来的9月2号甲3号出航前往长崎。又搁因为讲过几啊遍的迄个大船乳粉号甲斯基淡号已经来到片湖了吼，因此嘛决议讲海燕号爱尽量较紧准备好，尽量装上会当航出即个港道，遮尔多要再转去祖国的船会当再出港吼。若是天气好，伫咧港外还阁由快艇起尾号，尽量阁运汤去装上该船，以便再去片湖吼。即起尾号以后嘛要装汤再去片湖。今仔日有下日的新仔人的胖船来到遮，就是有一只来自南崁空船载19个人，有一只
旁船来自海顶，载40个人，这40个人载来100担盐甲500吨砖啊。有一只旁船来自打狗，载有130担柴头甲微量的即个咸鱼。这5个人，迄只公司的旁船，台湾号也对澎湖转来。蓝队司令官 Martin DeFries 共船前来，对伊遐知影讲，Ruffin 号甲 Skidam 号伫本国月22号载着强大的军队顺利来到澎湖。8月26日，晴朗炎热的天气，有风对西北西方继续吹来。今仔日公告昨昏宣判的罪状，并且伫适当的时间甲地点处刑，也进行收购最近所运来取缔的丝帽仔，并且积极准备海燕号，希望会当尽量较紧装载所计划的糖。今仔日有一只旁船对烈士来到遮，这19个人载来余下的物件。8千袋虾，4000袋砖仔，100支条仔，30袋棒甲20担盐。8月27日，晴朗但是炎热的天气，风对西方甲西北方中间吹来，暗时落雨。8月28日，晴朗的天气，有强风对西北方吹来。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就是有3只旁船来自中国沿海，这144个人，载有11100袋砖仔，1000袋虾，100袋管仔，2700袋地砖，14捆的收泡甲9担的盐。有2只旁船来自澎湖，这16个人，载来1批丝瓜。有2只旁船来自淡水。也载16个人，载来400担硫黄，也有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打狗，坐11个新仔人要去载茶。对上述载硫黄来迄只旁船收到蒋记官 Martin Gidner 对淡水寄来一张批，四期是本国月19号批呢，中述伊顶一厝内批所写到的代志伫24号收到。另外，还佫写讲，下设商务员万起诉过身了后，伫本国月14号已经将所有公司伫迄边的物件详细列清册，迄寡钱拄啊，以及死者的私人物件并无做清册直到接到阮进一步的命令以前，将会甲伊锁起来，并且大封条，请求尽量较紧派另外一个人如同进前捌请求过安尼尽量较紧派另外一个人去接管公司伫迄边的事务。等等，对即件事，伫接到上述来批以前，福尔摩沙议会已经决定将会伫4-5天内派稽查官 Adrian Van der Burch 做代表去淡水整理迄边的校坡文书，并且要任命下设商务员 Jacob Nob 被认为是对此有资格的人去迄边担任公司的城堡甲人员的主管，以阮的名义将一切详列清册移交予伊。即个下设商务员 Jacob Nobe。咱来看伊的介绍介，伫下对遮注脚第4写讲 ，Jacob Nobe 以下设商务员坐 Ruffin 号出国，1645年8月28号，即个是1644年伊坐 Ruffin 号出国，这是旧年的代志。1645年8月28号，以商务员官阶出任淡水主管，就即马就讲的即代志。今年的11月3号，因为破病，转来即个日兰野城结果接无3个月就破病接3
对，才无3个月。1646年，搁再去淡水，但是同一年8月27号，因为健康不佳离开吼，所以个身体个无好。1652年离开佛罗摩萨去担任占比的主管。好，即、个定来咧破病的即个 Jacob Nob 吼，伊也爱讲即个 Jacob Nob， 伊也爱主持淡水的地方会议。对此，为着这吼。队长彼得本也要带领50个新兵同齐去遐吼，即寡新兵是伫地方会议举行以后，会当用来接替期限届满的老兵。即寡人拢要做生理人3岁一只胖船对水路上去吼，去淡水，因为现在河水中悬吼，以及其他的阻碍袂当对陆路，袂当行陆路啦吼。又搁因为迄寡线路船。久拢无来吼，互阮毋若敢若欠缺所需求的木料吼、材料，造成阮造成阮的困难，也互阮欠缺极需要的米粮吼，即造成阮更较大的困难吼。因为希腊继续咧战争吼，所以米无法度对希腊来供应，因此嘛决议讲，因为无其他办法啦吼，所以要用快艇Arctic 号去日本，要求载70 last 的米来。若无即寡米，将无法度通供应驻军的需要，无法度避免陷入困境。欠米啦吼，荷兰人伫台湾遮久啊，结果吼米搁爱进口。8月29，风甲天气大部分像昨昏。真无用伫为迄个 Arctic 号哦 ，Arctic 号。我搁听一遍，我实在是读甲足艰苦。copy Achterkerken. Achterkerken. 真无用伫为 Achterkerken 号装好，也无用伫修理起码好吼。等海岸号准备好出航事宜了后，就要随拖起来，甲船体起去的部分甲修理好等等。今仔日有下日的篷船来遮入港，有3只来自淡水，合计坐有47个新仔人，再来950担硫黄甲8担的沉，还有一只是对下门来在地层门8月30，8月要结束啊吼。好天透北风，游玩像昨昏无用上水迄寡快艇的代志，并且无用要完成要送去日本的本柜最后的批信物件，以及要互稽查官 Van der Burch 的指令。如果即个 Arctic 号吼需要航空Nagasaki，愿上帝保庇会当免出行，会当免去吼。若需要去，就爱将要甲航往淡水的即个 Jan Soetegal 的篷船，拢伫个9月2号来起程出航。今仔日有一只翻译员金米丁的篷船，进前金丁的款吼，金丁啦吼，加拍一个 I， 我记得进前拢是拍做名拢叫做金丁 KINTINGH 吼。今仔有一只即个翻译员的篷船吼，金丁的篷船对上水的淡水来到遮坐30个人，再来700担无提炼过的即个硫黄，甲200担提炼过的硫黄。8月31，风甲天气游玩像昨昏，游玩无用伫
进前所讲迄寡快艇的代志，并且无用要完成要送去日本甲淡水的物件。快艇 Arctic 号阴暗已经装上最后的货物。今仔日有下咧航船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就是有3只航往西南沿海，坐68个人，载有3担蚵仔、半担鹿仔肉、18担藤、33担硫黄甲1批咸鱼。有2只航往片湖，载有34个西南人；有2只航往芒港，坐有25个人，载去25担盐；也有1只航往鸡浪，坐13个人。在地层对鸡浪，也有1只篷船来遮入港，坐42个人。再来800担硫黄，8个结束。我记得1945年，敢若写到11个尔9月初天气如同这几天有风对北边继续吹来，真无用你准备要送往日本的物件，也无用你完成海燕号甲企业号的代志，也你调集要派往淡水的士兵，命令因准备坐西南人的篷船出航，并且将指令以及为此航行所需要其他的指令。到稽查官 Van der Burch， 然后下日的船只离开遮航往几个所在，就是有2只篷船航往芒港，坐32个人，载有15担盐甲3担糖；有1只篷船航往片湖，坐22个人，载去100罐麦仔酒；有1只篷船航往鸡浪，载11个人。再有15担盐甲185匹空眼布，也有1只篷船对东港来到遮坐4个西南人，再来60担茶。9月初2，晴朗的天气，强风对北边吹来，约上午8点要送往日本的书信物件，阅览了后。就签名认可，并且甲封起来然后交互上级商务员Caesar先生。伊摕到即寡书信物件试行了后，随去登上快艇 Arctic 号。无偌久，有风对北东方吹来，该船就载着总计达11500外毫吨的货物，航出港岛要航往Nagasaki，但是要航往淡水的迄只篷船还阁留伫港内，因为还未准备好。今仔日有6只篷船对西南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417个人，再来200捆的房仔、3支条仔、428担米、560担盐、11罐油脂。540包薰草、20篮面粉、80担白蜡、30匹鸡铃甲2匹马。9月初3，有未细即个风对西南西方吹来，炎热，有日的好天，有日的好天啦有1只篷船对西南。来到遮坐17个人，再来87担白蜡、3担茯苓、5担匹顺是毋知啥物件。伊嘛写讲对主角讲匹顺不知何物无定是匹林惊灵的误写，可能是惊灵就对了17担冰糖、2担冻条、27袋米、3篮面粉甲2担油脂。我来看一下啥物叫惊灵。读遮侪遍啊，捌注意甲查过。结果是查惊灵是惊灵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敢若是台湾公司的款。
转即间公司的消息。直接敢若查批令呢。第一道看到伊写原文 PEELINGH， 无即个事啦哈。翻译一下，荷兰文。无，好，毋知，我哋今年应该是一种报啦吼。好，咱继续讨论吼。今仔日接到学校教师对塔楼社寄来一张批，日期是8月30号，奖励得悉哦。对批里知影讲，塔楼县社人以及因的酋长叫做Daisy 哦，抑阁共款固执伫因的恶念里，就像绝望的人安尼继续杀人。因有3个人做军真阴险，伫暗时啊去索诺瓦县吼，可能是另外一个村社吼，杀一个人甲伊的两个查甫囡仔吼。Daisy 也伫个4工前去追掠伊的妹夫吼，妹夫拍算要甲杀死吼。伊的妹夫是一个叫做铁达战社的人吼，但是呢被盗走。Daisy 因为生气，就抽出吼，飞出伊的刀吼，一个朴刀吼，扑伤伊家己的后生的头。伫个沙波罗的社吼，伊和伊的后生见人就杀。也威胁塔楼社人爱杀死因等等。上述的学校教师遵照阮的命令，把带领真侪长队人要去逮捕该流氓甲伊的共党，但是还未找到伊。啥物声？9月初4，风甲天气犹原像这几工吼。早起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偏湖坐13个西南人，也看见有一只大胖船对南方前来。该船伫个上午来到南边的沙洲区附近，小可往海上的所在停伫遐。早起寄一张批去麻里麻伦，互团导 Hans Olof 用来命令伊调换塔楼的迄个学校教师，详细来查问啦吼。查访内批所讲的迄寡杀人的情形，然后内批并且举证，详细甲阮讲。这是啥物意思啊？你讲写批去互伊，即马佫内批举证，详细甲阮讲。哦，叫伊去查问了后啦吼，去甲即寡代志问互清楚，甲详细情形写批来互阮啦吼。因为阮无法度含所有各地个人来通信来往等等吼。因为上述上有啊 ，Cornelis Caesar 先生去日本咯吼，伊长期担任福尔摩沙，特别是北区的政务工作吼，因此呢，必须要另外找一个人，适当的人来接替伊的职位，所以就决议为着要减轻公司沉重的开支，要指派一个牧师，叫做 Johannes Bavius， 哦，这是伊家己请愿之下吼，伊家己请求的啦吼，来担任该职位吼，就是 Cornelis Caesar 所本来咧做即个代志。加上牧师 Van Buren 伫伊的区域用来管理小人麻豆、多罗谷、自罗山甲大武龙驻村庄吼，大武龙啊，还是大武龙吼。以及伫大武龙东边山区里的其他地方的政务吼，共款嘛要授权予牧师 Johannes Haber 来管理新港、北加州湾甲大北港的政务。即寡村庄的教会甲学校，一年来拢是由伊咧监督。也要派团导 Hans Olof 驻在伫个麻里麻伦吼，担任福尔摩沙南区的政务工作。因每一个人伫家己的管区里，拢会当决定处理所有的小案件。
无论是关系着原住民、新仔人，或者是阮家己人的小案件，拢会当家己斟酌处理吼。袂使犯斟酌，斟酌这是华语的讲法吼。也是会使啦，台语讲斟酌处理，就是要小心处理啦吼。重大案件就爱会伫处地的法务议会吼。如果因管区里有新仔人被罚款，安尼因就会当按照今年4月29号议会服务书 Simon Van Buren 的批例所写的比例来分享罚款。此外，因为海燕号甲启月号一旦准备好，希望袂偌久就会当准备好了吼，就要载着糖，照8月25号的决议出发前往澎湖去甲糖交互大船如粉号甲斯基丹号。所以现在嘛，决议要派澎船台湾号明仔载出航，带着命令去互伫澎湖的主管，命令因及时甲船准备好，以便来装糖，也将要按照迄寡船长的要求，甲即个点仔加啦吼，伊写一个叫沥青一个薄油，这毋是相款啦。好，甲点仔加。锁啊，甲其他需用品，尽可能按照因的需要，对此地对台湾遮吼载去互因。即只澎船要随转来遮吼，转来台湾遮，并且要甲到当游玩留伫迄边的半数的士兵甲奴隶同齐载转来。下晡接着士官 Abraham Van Esten 吼，下晡接着士官 Abraham Van Esten 对卑南经由陆路所寄来一张批，日期是8月28号。对批呢知影讲，伊到当因为欠缺碟吼，所以迄所公司的房屋也阁袂当建造。虽然已经用尽办法，要是爱阁1-2个月才会当做起好吼，而且伊也伫今年的7月30号冒着隐士的危险吼，冒着隐士的危险，经过真侪困难渡河吼，撩河啦吼，撩溪去海边啊厝遐，伫遐伊收着所有公司的物品吼，命令人修复，甲迄个藏粮室的即个房屋，甲修理好，甲一切拢安排妥当了后，迄寡村社的头领伫今年的8月1号去伊遐，以后 Deroma 社的头领嘛去伊遐，伊来承诺将会缴纳工作。所以就甲讲，如果一切顺服，公司将会受到合理的对待。若无，必将受到阮的惩罚。几工以后，上述士官伫卑南接到消息，讲该队酋长的兄弟 Paulus， 还佫几个要员甲14个人伫 Tavelo 附近被迄个来自迄个小山区的几个村社居民杀死。因是去因的野地拍蜡等等。伊就是 Van Essen 吼，捌派2个人去。Van Essen 就是迄个荷兰人的下士啦吼，下士啊中士下士啦吼。Van Essen 吼，捌派2个人去 Teradic 去探查迄条士兵 John Imanders 所行过的新路。因转去了后，报告讲，迄条新路无可能带领军队来通行，上好爱经由塔卡布迄条路吼，迄条路比迄条新路搁看2倍等等。暗时啊，阮看到今仔日早起所看见的迄只大船，还佫伫即个城堡的西边，因为怀疑讲迄只无定是来往伫马尼拉的新仔人的篷船吼。因此决定要准备好篷船、淡水号甲台湾号，伫咧通常的人员以外，各
增加35个士兵，以便由上级上务员 Philip Schillemans 甲中尉叫做 Jacob Van Houston 哦，指挥航王该船遐哦，阴暗伫月光之下，上述2只篷船起定航行，但是袂当出港，停留伫港口，一直到过长日。9月初5，早起，迄时趁着好天甲西风来出港，驶出海上。迄只稽查官 Vanderburch 甲队长 Peter Boone 所坐的要航往淡水的希腊人的篷船，也同齐启航2次用篷航行，但是每一次又搁拢航转来港内无偌久，又搁试着要出航，但是来到港口的时阵，因为无风，被潮流、被海流杀去北线尾下方遐伫遐看沙吼。但是因为继续咧海咧杀地高又搁浮起来，停伫咧即个航道上哦，就是因为海涌搁甲杀甲海安尼吼，所以搁浮起来，停泊伫咧航道上。另外2只同齐启航吼，载有几个士兵的篷船，其中一只航出海外，迄只大篷船顶的所有的希腊人大部分遂离开该船。阮的士兵就尽力搬运该船所载的货物。今仔日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金斯瓦，载地层门，另外一只航往厦门，载有一批虾仔甲咸鱼，合计做40个希腊人。9月初6。晴朗的天气，有强风对北边吹来。上午先是迄个队长上岸来遮，无久了后，迄个稽查官也起山来遮报告讲，迄只跨沙的迄个篷船顶的所有公司的物件拢已经抢救起来，无遗失任何物件。如果讲该篷船的轮骨有一节已经断离去。今仔日有下日的船只来遮入港，就是有一只篷船来自烈士载来422罐麦仔酒、33袋米、8纳米粉甲10担盐。有一只弯砍船对平湖来载7个人载地层门。昨昏出航载着几啊士兵要去淡水的希腊人的篷船也转来了。上级商务员希勒曼先生嘛坐着公司的篷船淡水号甲台湾号转来了。伊转来报告以后报告讲，伊一直去到万港附近，因为强风遭遇着一寡困难，但是迄只奇怪的篷船就无看见啊。9月初7，好天，依然是吹强烈的北风。篷船台湾号搁再该修理准备，以便最近要派往平湖。如果因为淡水的事务不可延前，因此长官就命令上级商务员 Hendrik Steen 先生爱尽量较紧带领2只希腊人的篷船，代替稽查官 Adrian Vanderburg 出发前往淡水，因为该稽查官的疏忽地高爱航往淡水的代志，到今也未成功，也搁你无用伫遮为着快艇海岸号甲企业号来装货的代志。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4个人载来960袋米、2000罐麦仔酒甲一寡水果。9月初8，真舒适的好天。早起透南风，天光了后继续透西风。今仔日上述迄2只篷船以及迄只台湾号拢已经准备好，将会伫明仔载伫上帝帮助之下出航前往淡水甲平湖。
上午议会判决了一寡情节轻微的司法案件。伫咧中昼的时阵，阮看见一只荷兰船伫咧即个城堡的西南方海上约3里的所在。该船伫咧入夜以前来南平遮沿岸日停泊，迄是片底，迄只是片底船 Burkhalter 号，是该栋大船 Henriette Louis 号，伫咧今年7月21号航离暹罗沿岸载来的物件，除了为着本馆所载来所有需求的材料以外，有300担树木、3000捆的藤，甲152罐乌漆，是要运往日本的。今仔英暗对个上级商务员 Mordic 诉期是15号的内批，特别是对 Rainier Van Jun 阁下的内批，得悉公司伫咧暹罗的详细状况，迄寡情况如下。因为顶一个百几方期间，阮伫遮善待迄只遭难的篷船顶的暹罗人，所以吴方的人伫遐真受到国王甲大官的尊重、懊恼甲感谢。但是因为另外一只要向王广南的篷船被大船哈伦号来逮捕，致使迄寡日本人官吏甲国王来申诉、愤怒、威胁，或者是强烈来咧 complain 啊，抱怨哈，抱怨真正要安怎讲？毋知，致到吴方居民真侪不安、担忧甲不便吼。迄个情形严重到吴方的朋友秘密警告吴方的人讲，爱小心提防，因为日本人可能决定要来夺取公司的商馆，摕走因的财物，就如此所坚称的安尼吼。树敌吴方的人继续警戒不懈。不屑谢息变了他。谢他说嗨哦，不嗨。吴方的朋友秘密警告吴方的人讲，爱小心提防，因日本人可能决定要来夺取公司的商馆，摕走因的财物，互吴方的人继续警戒不害。不过后来因为万准阁下对巴达维亚带着批信甲礼物转来，借着赠送礼物互国王不克朗嘅以及其他大官，即个不克朗嘅毋知啥物件吼，以及其他大官得到真大的效果。该国王接纳处理了该案件，才互即寡问题得到宽恕平息，而且用银币吼，银币啦吼，银币交付80外斤暹罗银币，互迄寡希腊人互迄寡日本人。因即卖也应该满意咯吼。伫咧万春阁下离开暹罗的期间，暹罗对美又搁规定了新的困难甲限制。不过即寡限制后来用礼物又搁一旦取消了。上级商务员 Mordic 只敢若申请输出100拉斯顿的米，以取代申请200拉斯顿吼。伊拍算所剩来迄寡米要用走私的方式输出，因此无法度全数供应台湾的需求。虽然尽了真大的努力，伫咧7月15号磅米的时阵，也只敢若批准100拉斯顿的米。即寡米有价爱用 Woodchist 号装运，该船将会伫咧 Burkhalter 号出航了后4-5天倒去出航。该船已经对上司 Burkhalter
和转装62拉斯顿巴达比亚的米。对顶头女述的迄只片落船的少帮遐知影讲，因昨昏伫海上看见另外一只荷兰船，毋知影是毋是对巴达比亚来。今仔日也有5只篷船出航前往芒港，坐91个人要去遐装运总计1000桶石灰航往淡水。也有一只篷船航往澎湖，坐22个人要去遐载西瓜。也有一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80个人载去13担鹿仔肉、10担蚵仔，甲45担鱿鱼。英暗甲指令交互上级商务员 Stin， 也甲写互鲁粉号甲斯基顿号主管的批，交互篷船台湾号的代工，互因明仔载出发各往因的航线。9月初9，剩9分钟。好天，早起吹烈风，要活豆的时阵继续吹西风。天光了后，约2点钟，又搁看见一只荷兰船对南方上来。半久以后，伫下晡就来到南边的海岸停泊。约动迄个时间，约到差不多迄个时间吼，边头船 Burkhout 驶入港内以后，伫即个港岛南边遐。看伫遐吼，伫遐看了强要4点钟了后，又搁会当浮起来吼，所以伫遐看沙啦吼。伫遐要暗仔平安来到即个城堡头前，俄罗上帝，迄只特别派出港的舢板伫个暗时啊，转来报告讲，另外迄只船是大船35号，也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来到遮，坐15个人。再来63袋米5袋豆仔甲20担盐，也收到团导 Hans Orloff 对马里寄来一张批，数据是昨昏批里详细甲阮讲，伊伫中国阁去几啊所在巡视，比如绿绿社、家庭社、阿狗甲塔楼社吼，伫遐举行礼拜。会看到有几啊所在情况袂歹，但是有一寡所在较混乱。因此，伊尽可能来甲因规范特殊。奥洛夫也对几啊村庄，就是波特农、德勒州、卡山干放所的小村庄瓦鲁托江以及塔楼的村落，下命令讲，根据真久以前所下的命令吼，因拢必须要迁徙去带伫个人的目的地去，等等。对此，大家拢表现愿意照办，但是有一寡人因为被威胁，有一寡人是出于害被敌对的表示愿意照办，应该是出于惊啦、害怕啦，惊一日拍哩吼，出于惊被敌对啦吼。你表示愿意照办，关系到伫迄边被发现的行奸淫的人吼，甲迄寡长老交换意见了后，伫咧8月22号下即个命令，伫咧全村村民的头前用鞭拍处罚。上述的团队相信，这次将会当互因对即种淫秽的罪感觉厌恶甲惊吓吼，关系到迄个逃走的乌人，关系即个人顶个月20号已经提起过，一直拢无看到伊吼，一旦听到伊的消息，就全力去追捕。即个乌人伫台湾要灭亡呢，感觉遮简单。好，迄寡托罗管社的人还阁继续武装，因为听讲也发现讲，因比其他社人
继续咧军中追捕。就像最近因的长老被铁打战社的人用鹿仔网来掠着吼。但是呢，像最近因的长老被铁打战社用歹势，我来无拄个电塔吼。像最近因的长老被铁打战社人用鹿仔网来掠着，但是后来被击损了后，就逃脱了因的手。是啥物意思啊？逃脱了因的手。伊乌霍夫感觉即代志如此落去，将袂有好结果，因此伫个塔加雷社酋长的建议之下，决定要甲迄寡可恶的罗马缔定虚假和平，以便时机成熟的时阵，就要互因行起来，以便搁较顺利来达成伊的目的。即个代志已经开始咧进行吼，但是还未得到结果。伊转来到马里马伦以后，对士兵 John Imandas 伊住在即个多西加丹的内批，才知影讲，迄条新的避难的道路因为瓦伦吉社人的抢劫已经非常无安全，因此认为应该使用迄条旧的道路。到时阵也应该去顺服即寡罗马。该伊曼德斯也佫写讲，迄个叫做罗夸罗酋长啦，迄个酋长的后生，以荷兰人的名义伫该领军的即个村社收取函数。即个代志，数是御书数迄个数吼。即个代志上述的乌霍夫遂派人去制止。如果因为定定去南边的新仔人北上，经常含内地查某人行淫吼，行奸淫嘛吼，就像自古以来安尼。伊请求对此地予以命令，对这种不规矩淫话的罪，伊应该如何处理？9月20号，晴朗的好天，早起有微风对东南方吹来，但是中昼就对西北方继续吹去透强风。迄时潮流也已经，等下我看一下时间，剩2分钟哦，剩2分钟才读袂了啦哈。即个9月10号后一回再来读啊哈，今仔日读到遮，我看一下笔记。无讲介济吼，10条。好，马云讲迄个刘洪啦，主音读刘洪，好，以后就来读刘洪啦吼。水洪水就是浸洪水啦吼，泡温泉啦吼。即在地人才会安尼讲诶吼，无已经足侪人毋知影温泉就是讲洪水吼。流洪泉，所以称温泉为洪水。好，安尼到遮啦吼，咱读到遮，礼拜再来读出师线吼。感谢各位，咱到遮来关房。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